你都有呢啲習慣，會令人突然冇咗條命嘅危險生活習慣。我哋訪問咗啲人，因為做咗某樣嘢而有生命危險，仲將佢哋嘅經歷喺醫生嘅監督之下拍成短片。造成呢啲病症嘅危險習慣到底係乜嘢呢？大家同我哋一齊邊睇片邊諗答案啦！可以令人唔為意就冇咗條命嘅危險生活習慣。首先睇下呢個個案，由輕微嘅牙痛，到對手痹晒，去到最後竟然全身硬晒。牙痛之後發生劇變，萬一遲咗去醫，10個人就有1個會死嘅恐怖。件事發生喺上年1月。我要返工啦。好使行啊！佢係吉田和實，家庭主婦，34歲。佢同老公一齊生活，日日都過得好安穩。就喺某一日，當和實想清潔浴室嗰陣，又有一時唔為意就會突然出現嘅霉菌。當佢清潔嗰陣，唔知係咪因為清潔劑，佢咳得好犀利。同霉菌搏鬥咗30分鐘之後，佢終於成功擊退頑固污垢。不過，好痛啊！唔知係咪因為烏低身太耐，膊頭好痛。跟住到咗同一日嘅中午，今日嘅午餐係尋晚食剩嘅咖喱。咖喱要擺到第2日先好味嘅。係啊，擺過夜先好味，和實對啲咖喱非常滿意。之後佢就出去買整晚餐嘅材料。喺買完嘢返屋企嗰陣，和實嘅右腳有啲唔妥。返到屋企之後，除鞋一睇，發現有啲刮損喎。因為第一次着呢對鞋啊。不過只係皮膚有少少紅咗，冇造成任何傷口。平平無奇嘅一日，其實喺呢個時候，病徵已經開始攻擊緊佢嘅身體啦。第一次出現異常係喺1個星期之後，當佢食緊晚餐。做咩啊？唔食啦？我覺得啲牙有啲痛啊！佢嘅大牙突然之間好似心跳咁出現陣痛。唔通我有蛀牙？牙痛，不過因為唔係好痛，所以冇理佢。點知到咗第2朝，好痛啊！和實瞓醒之後，發現膊頭同條頸都梗晒。有時係會咁噶。呢個情況一直去到黃昏都冇消失。唔止咁啊，佢全身仲突然之間變到好重好攰。係咪感冒唔舒服咧？佢攞探熱器，諗住幫自己量下體溫。點知對手變到痹晒，冇晒力，冇辦法攞住喎。對唔住啊，我有啲唔舒服，去瞓先啊。哦，OK 啊嘛。佢決定早啲上床瞓覺。不過3個鐘之後，係時候去瞓啦。好恐怖啊！好恐怖啊！
佢老公喺睡房見到嘅係喂，你點啊？和實成個人拱起，個樣好痛苦，一直喺度嗌。和實究竟發生咩事呢？睇翻佢當日做過嘅所有嘢，發現有啲4個疑點。喺浴室清潔霉菌，長時間烏低身清潔，令到膊頭好痛。食咗擺咗1晚嘅咖喱，着唔慣新鞋而搞到刮損咗。各位，你哋估唔估到喺呢4個疑點當中，令佢出事嘅原因係邊個呢？首先聽下自導進嘅諗法。我估今次嘅兇手係咖喱，係點解咧？直覺。明白晒。你咁講，我哋都冇嘢好講啦。因為薯仔係擺咗1日，正常都可能會壞嘅。原來係咁。柴田李惠同坂下千里子，佢哋就認為係因為喺浴室清潔霉菌啊。咳得咁犀利，一定有問題。霉菌其實我哋清潔霉菌嗰陣要戴手套同口罩去做嘅。我記得唔知喺邊度聽人講過要咁樣做嘅。OK。吸入霉菌之後，霉菌喺嗰個星期走勻全身。係咁，你清潔浴室嗰陣發現霉菌嘅話，都會小心處理。我會嗌老公你嚟搞啦。原來係咁。係啊。隊長嘅推斷都係因為清潔浴室，不過唔係因為霉菌而出事喎。我估係清潔劑，我明你想講咩啊？可能係清潔劑同某啲嘢產生化學作用。牙痛之後發生劇變，一旦遲咗去醫，10個人就有1個會死嘅恐怖病症。解答篇，突然之間全身硬晒，和實痛到成個人拱起，一直係咁嗌。佢老公帶佢去醫院接受檢查，終於知道係咩原因啦。你太太係破傷風發作，破傷風？破傷風，破傷風會導致肌肉極度緊張，初期症狀係牙痛同膊頭好痛呢2樣，最終變成成個人硬晒，甚至出現呼吸困難。如果遲咗去睇醫生嘅話，10個人就有1個會死，係好可怕嘅病症啊！係咁，究竟係咩原因令到和實有破傷風嘅呢？我哋請教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醫院急症科嘅佐木醫生。其實破傷風菌可以話係無處不在，周圍都有。如果話邊度最多，答案就係泥土。咁所以最典型嘅原因就係園藝同整理泥土呢2樣嘢。進行呢啲嘢嘅人感染破傷風嘅病例係最多。我哋發現通常都係咁。原來破傷風菌會潛伏喺泥土當中，不過和實一直以嚟都冇接觸過泥土㗎喎，點解會感染到破傷風嘅呢？就算冇直接接觸泥土，破傷風菌喺我哋嘅褲腳上面同鞋入面都可以揾到，令我哋有破傷風。冇錯，就算冇直接接觸泥土，都有機會經依附喺衣物同鞋嘅泥土感染到破傷風。睇翻和實嘅情況啦，因為第一次着呢對鞋啊。最可疑嘅原因就係刮損咗腳趾，腳趾出現咗睇唔到嘅傷口，同時鞋上面沾染咗少量嘅泥土，結果就俾破傷風菌入侵到身體啦。就算係發現唔到或者肉眼睇唔到個傷口都有危險，因為咁樣而受到感染嘅病例比想象中多。之前就曾經有病例
因為俾鞋刮傷咗腳趾而受到感染。唔想感染到破傷風，應該要點做呢？最好嘅方法係盡快清洗傷口。其實唔止破傷風，對於預防傷口受到一切嘅感染，呢個方法係最有效嘅。除此之外，破傷風係有針對嘅疫苗，所以我認為接種疫苗係好重要。一般都話疫苗可以維持10至20年。至於20年之後嘅效果係點，到目前為止仍然係唔清楚嘅。以前每年都有超過1000人死於破傷風，開始接種疫苗之後，發病人數就大幅減少啦。不過疫苗嘅效果唔可以維持一世嘅，有效期大約係15年。失效之後，如果免疫力下降嘅話，感染破傷風菌就可能會發病。所以醫學界建議成年人最好每隔10年就接種一次破傷風疫苗。全部估錯晒，犯人竟然係對鞋，俾鞋刮傷咗腳趾而感染破傷風。好恐怖！小千，呢個答案好難估啊！嗬，應該話連破傷風呢個病都好少聽到啊！我就快52歲啦，有聽過破傷風，但係冇諗過竟然係咁近㗎。喺頭先嘅案例裏面，當事人係因為俾鞋刮損咗腳趾，造成細傷口而受到感染。秋津醫生，我哋有冇其他嘢要注意呢？有樣嘢係好重要嘅，破傷風菌非常之特別，最憎嘅就係氧氣。最憎氧氣？最憎空氣入邊嘅氧氣，一接觸到就會死亡。好奇怪嗬！通常生物冇氧氣就會死。但係破傷風菌就例外。換句説話講，如果俾某啲嘢刮到，傷口好大而且好淺嘅話咧，呢種傷口有大量嘅氧氣喺上邊，就算接觸到破傷風菌，感染嘅機會率都好低。相反，如果傷口好窄而且好深嘅話，氧氣就入唔到去傷口裏邊，令到破傷風菌可以喺裏邊不斷增生，最後病菌製造出毒素。有樣嘢唔係好多人知嘅，就係狗同貓嘅牙啦。佢哋都中意聞泥土嘅，冇錯啊！用爪搲完啲泥之後，就用口去舐。之後如果有人摸佢哋，俾佢哋咬，尤其係啲細貓細狗咬得特別深嘅。冇錯。好似呢類傷口，仲有剪指甲剪得太深造成嘅傷口，破傷風菌都可以走入去嘅。明白。石原醫生亦指出，疫苗有隱藏嘅陷阱。最近感染破傷風嘅人都係30歲或以上。有個講法指出，因為當初接種嘅疫苗開始失效，保護唔到身體。昭和43年，即係1968年或之後出世嘅人，當時所有人都規定要接種疫苗。但係早過昭和43年出世嘅人，因為冇公帑資助接種疫苗，所以容易有破傷風。我有打，我係昭和51年㗎。好嘢！你有打？有啊。令人突然冇咗條命嘅危險生活習慣，下一個就係佢。某一日朝早，突然出現類似幻覺嘅症狀，嚴重反胃作嘔，同時全身發冷，覺得好唔舒服，連對手都震埋。係咪會死啊？完全冇懷疑就入侵身體，引起幻覺嘅。件事係發生喺2019年嘅春天。遠山京子出街買完嘢翻到屋企，同平時放假嘅日子冇分別。佢打開趟門想通下風，不過點知好臭啊！原來啱啱游完油。大廈嘅外牆進行緊油漆工程，令佢唔小心吸入咗強烈嘅異味。異味好難頂嘅。京子中意煮嘢食，喺放假嘅夜晚，佢會上網揾食譜，嘗試整一啲未整過嘅菜式。
OK， 今晚一於就整香辣煎牛肉啦。好，開始整啦。跟住咧就要落啲肉豆蔻同咖喱粉。調味料有用嚟辟走牛肉騷味嘅肉豆蔻，同增加味道嘅咖喱粉。至於配菜就係薯蓉，喺上面鋪啲生火腿同埋生蘑菇。OK， 配埋紅酒。京子好中意飲酒，佢一邊食一邊飲紅酒，眨下眼就飲晒成支紅酒咯。到咗第二朝，京子去刷牙嗰陣，咁嘅？佢見到手上隻杯有蟲影，唔止咁啊，仲有啲細細粒嘅嘢喺度飛緊喎。咦？係咪眼花咧？唔通尋晚飲得太多酒？跟住佢就覺得個人輕飄飄，企唔穩。之後仲反胃作嘔添，好恐怖啊！佢一直係咁嘔，越嘔越犀利，其他嘅症狀亦繼續惡化，對手係咁震，全身發冷，好唔舒服。發生咩事啊？我係咪會死啊？呢個時候，京子嘅身體已經去到非常危險嘅狀態啦。睇翻佢之前做過嘅嘢，發現有6個疑點，吸入外牆油漆工程嘅強烈異味，用肉豆蔻去辟走牛肉嘅騷味，用咖喱粉去增加味道，喺配菜薯蓉上面鋪啲生蘑菇同埋生火腿，一個人一次飲晒成支紅酒。各位，唔知你哋估唔估到喺呢6個疑點當中，令佢出事嘅原因係邊個呢？先聽下隊長嘅諗法。我估今次嘅兇手就係生蘑菇。點解咧？有啲蘑菇係有毒噶嘛？冇錯係啊。我估應該係嗰啲成分同佢身體唔夾啊，一定係咁。跟住到柴田李惠，我估今次嘅兇手都係生蘑菇。我估係咁樣。平時我哋去超級市場買蘑菇嗰陣，會見到啲釘上面有啲黑色嘅泥黐咗喺上面，係，話唔定有啲奇怪嘅孢子混咗入啲泥度。我估係泥入邊有好多病菌嘅，冇錯，破傷風菌，破傷風菌，有破傷風菌。兩位仲記得5分鐘之前講過嘅嘢喎？自島進同板野友美都一樣覺得係生蘑菇最有可疑。唯一有唔同諗法嘅係板下千里子喎。我估今次嘅兇手應該就係呢個肉豆蔻。好，點解咧？咁係因為京子小姐仲係單身一個人住，所以我估佢當時用嘅嗰樽肉豆蔻應該係擺咗5、6年，一定唔係新買，應該係過咗期好耐。因為平時會好少用。冇錯啊！一直擺喺度擺咗5年。佢應該係以為啲肉豆蔻好正常，於是係咁審，點知其實係有細菌。裡面有好多細菌，你會唔會用肉豆蔻嚟煮嘢食㗎？會啊！我嗰樽都買咗5、6年，我嗰樽都係咁。完全冇為意就入侵身體，引起幻覺嘅危險習慣解答篇。出現幻覺、作嘔同全身發冷，京子好驚自己會冇命。佢去到醫院之後，對手都仍然係咁震。究竟因為咩原因出事呢？
主診醫生仔細調查關於中毒嘅所有資料，結果俾佢成功發現到京子講過佢用過嘅一種食材。揾到啦！呢啲症狀同病人一樣。令佢出事嘅食材係乜嘢呢？京子嘅症狀終於消失晒，佢去診症室聽醫生講解原因。醫生，我之前究竟發生咩事啊？遠山小姐，你係咪煮飯嗰陣用咗好多肉豆蔻咧？好嘢！吓？你話肉豆蔻啊？冇錯，嗰樣食材就係用嚟辟走牛肉騷味嘅肉豆蔻。我記得我嗰晚的確係揼咗好多肉豆蔻落去，不過我以前整漢堡扒嗰陣都有落㗎啦。竟然係因為肉豆蔻，成件事究竟係點嘅呢？有個人熟悉呢樣嘢，佢就係川崎市立川崎醫院嘅白川和宏醫生。佢嘅情況應該係肉豆蔻中毒。中毒？冇錯，京子出事嘅原因係肉豆蔻中毒。肉豆蔻係植物嚟，將種子曬乾磨成粉就變成香料。不過如果一次過大量攝取嘅話，就會嘔吐、手震，同時有幻覺嘅情況，仲會出現亢奮，呢啲全部都係中毒嘅症狀。整肉類嗰陣，例如漢堡扒，會用肉豆蔻，只係用少量，當然冇問題啦。但係一次攝取5克或者以上嘅話，就會出現嘔吐同手震呢啲中毒症狀。肉豆蔻中毒喺歐美廣為人知，甚至有人因為咁樣而冇咗條命。好恐怖啊！加上肉豆蔻中毒唔係即刻發作嘅，而係大約喺8個鐘頭之後先發作，令到原因變得更加難揾。白川醫生上年就醫治過肉豆蔻中毒嘅急症病人。嗰位病人食晚飯嗰陣，喺食物上面滲咗好多含有肉豆蔻嘅新香料，結果突然唔舒服，出現嘔吐同手震，最後叫救護車送嚟醫院。另外，肉豆蔻中毒係冇辦法醫治嘅，只可以俾患者休息同觀察情況。好恐怖！小仙估啱咗，答案係肉豆蔻，犀利啊！可以，開唔開心啊？開心啊！其他人全部答錯。係咯，點會咁簡單都答錯㗎？秋津醫生點睇呢？係所謂香料咧，基本上都有好強嘅毒性嘅。老實講啊，毒同香只係一線之差。就算一般常見嘅香料，一次過大量攝取都會出事嘅。不過如果只係用少量，就會有唔同嘅功效。以肉豆蔻為例，除咗幻覺，仲會心口痛、心悸、塊面紅腫同嘔吐，會出現唔同嘅症狀。除此之外，例如肉桂同黃薑過量攝取，就會導致肝功能障礙；迷迭香同八角就會導致痙攣同埋昏睡。仲有藏紅花同鼠尾草會造成痙攣同意識障礙。呢啲香料成日喺某樣嘢聽到係咩呢？咖喱有用到。冇錯啦，係咖喱嘅成分，每樣落少少就可以得到咖喱嘅嗰種香味。但係其中一種用得太多呢，就會出事啦。每種香料只係用少量，本身係唔會有問題嘅。但係某種用得太多嘅話，可能會導致痙攣同心悸呢啲症狀，一定要小心啊！去邊啊？熱辣辣，好味！跟住到下一個主題，喺寒冷嘅季節，好似心肌梗塞同腦梗塞呢啲會死亡嘅病症，發病風險就會急增。通常都係因為低溫令血壓上升，導致老化嘅血管有問題。我哋嘅製作組揾到一種時令嘅蔬菜，
可以幫大家預防血管老化，簡直就係農田嘅 Ace。同個名一樣，呢種蔬菜有豐富嘅維他命 A、C 同 E 嘅，一次過攝取呢3種維他命，就會產生協同效應，進一步提升預防血管老化嘅效果。而且唔單止血管，仲可以扭轉機靈同埋提升免疫力，有呢啲犀利嘅功效啊！今日為大家送上美味又健康，用農田嘅 Ace 煮嘢食嘅精選食譜。漢堡扒，有助預防血管老化同提升免疫力。農田嘅 Ace 係咩嚟呢？好，跟住落嚟，我哋請到小林杏子同片江安由美上嚟做嘉賓，請兩位多多指教。請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好，杏子姐，係。平時有冇為咗血管健康做啲乜嘢或者食啲乜嘢咁咧？老實講啊，無論喺咩角度去睇，唱歌都對身體好。冇錯係啊，真嘅，又可以減壓，真係好好啊！農田嘅 Ace。你覺得會係啲乜嘢咧？完全唔知。完全唔知，試下諗下。我真係完全唔知啊！有助預防血管老化同提升免疫力，農田嘅 Ace 係咩咧？呢度係靜岡縣西部嘅谷川市，人口唔算多，大約有5萬。谷川市係縣內出名嘅茶鄉，更被視為係深蒸茶嘅發源地。聽講茶葉深度蒸煮之後，苦澀味會受到抑制，令茶味變得更加香醇。大家好，我係麒麟，正嘅咧。我為咗佢由原本嘅地方專登過嚟呢一度拍，想氹大家開心。好，講翻正題先。我今次會帶大家去調查農田嘅 Ace， 究竟係點樣嘅蔬菜呢？嚟到靜岡縣谷川市，可以見到田園風光。其實呢度係出產預防血管老化、提升免疫力嘅一種蔬菜嘅地方，產量仲係日本第一。既然係產地，當地嘅農協成員應該都成日食呢種蔬菜啦。佢哋嘅血管係咪真係咁年輕呢？完全係返緊工嘅氣氛喎。不過裏邊嘅人可能有食開嗰樣嘢嘅，入去啦。Hello， 你哋好。你好。其實我今次嚟係想調查一下各位嘅血管年齡嘅。係。如果有人得閒，我希望可以請佢哋幫下手。我明白啦，得唔得啊？得。好。有冇人得閒啊？有啦，先生你得閒啊？12點前都得，咁樣真係好得閒啦。第一位接受檢查嘅人係41歲好得閒嘅江澤先生，只要將食指放落呢部儀器上面，佢就會自動測量血小板嘅流動速度，然之後就可以用嚟計算出血管年齡啦。結果係有啦，38歲，細3歲。係，跟住到45歲嘅赤忽先生，38歲，果然係課長啊，勁啊！當中有人嘅血管竟然咁年輕，你嘅年齡係61歲，61歲，係。有啦，有結果啦，44歲，細17歲喎，細好多喎，好後生，好開心喎。除此之外，今次接受測量嘅農協成員當中，大多數人嘅血管年齡都細過實際年齡，有助預防血管老化同提升免疫力。農田嘅 Ace 係咩咧？係呢度就係嘅田，全部都係。係。喺邊啊？湖啊！有啲恐怖喎，密密麻麻嘅。冇錯係啊。原來生出嚟係咁樣嘅。係啊。
好細粒嘅椰菜仔啊，生喺莖上面嘅喎。係啊，冇錯，其實農田嘅 Ace 就係椰菜仔。椰菜仔同埋椰菜係完全唔同㗎，冇錯，佢哋算係親戚嚟。即係唔係未長大嘅椰菜。唔係，我一直唔知係咁樣嘅喎，生得好密啊。係啊，因為個名好易令人誤會，椰菜仔同椰菜都係十字花科，但係其實唔係同一個品種，所以椰菜仔長大唔會變成椰菜㗎。椰菜仔嚟自比利時，日本方面據講係喺明治時代傳入嚟。好啦，細細粒嘅椰菜仔到底邊個部位隱藏咗預防血管老化同提升免疫力嘅力量呢？我哋去請教專家，佢就係喺我哋嘅節目成日都見到佢嘅營養師赤石定典。佢喺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任職，每日都要負責安排超過2000份住院病人嘅膳食，絕對係營養學嘅專家。如果比較椰菜仔同椰菜嘅話，椰菜仔嘅營養價值遠遠高於後者，尤其係維他命 A、維他命 C 同維他命 E， 我會將佢哋統稱為維他命 A。抗氧化維他命，椰菜仔有好多。抗氧化維他命即係咩嚟呢？我哋一直都同活性氧打緊仗。所謂活性氧就係會傷害血管，導致血管老化同動脈硬化嘅物質。正常營養素會將活性氧清除，阻止活性氧喺身體裏面積聚起嚟。只不過唔健康嘅習慣同年齡增長，會令清除活性氧嘅效率下降，結果就會導致血管老化，再變成動脈硬化。將活性氧清除就可以防止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氧化。換句話講，可以預防動脈硬化。唔好睇椰菜仔細細粒啊，其實裏面有大量可以預防血管老化嘅抗氧化維他命嘅。就算攞椰菜仔去同大家認為有豐富維他命嘅椰菜比較，維他命 A 大約係椰菜嘅14倍，維他命 C 大約係椰菜嘅4倍，維他命 E 大約係椰菜嘅6倍。含有豐富維他命嘅椰菜仔，呢個季節當造。我哋去椰菜仔農戶嘅領袖山本先生嘅菜田度參觀下。你好，你好 ，Hello， 請問你喺度做緊乜嘢啊？我啱啱喺度收割椰菜仔。而家係收成嘅時候啊？冇錯。有好多椰菜仔喎，睇下，生到咁大就可以收割㗎啦。係啊，全部人手摘啊？人手摘。咁咪好辛苦。係啊，簡直辛苦到爆啊！唔係講笑。因為椰菜仔係生喺啲葉嘅下面，所以收割嗰陣要用人手逐粒去摘。呢個步驟咧，好考功夫㗎。係啊，真係好辛苦㗎。你本身好中意食椰菜仔㗎？收成好嗰陣咧，差唔多日日都會食㗎。日日都食嘅。係。你幾多歲啊？幾多歲？63歲。真係嘅？係啊。皮膚好光滑喎。我覺得自從我開始食椰菜仔之後咧，我就好似冇乜試過感冒，冇乜病過咁咯。咁啱容易感冒嘅季節就係椰菜仔當造嘅時候。咁山本先生嘅血管年齡係幾多咧？我哋仲請埋佢太太一齊接受測量啊！日日食椰菜仔嘅效果究竟係點咧？係咪真係有用咧？有結果啦！血管年齡係50歲，73歲啊！犀利！因為我食好多椰菜仔，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啊。跟住睇埋佢太太嘅血管年齡，實際年齡係58歲，血管年齡54歲，細過實際年齡啊！太好啦！結果好好啊！日日食
果然真係唔同啲。椰菜仔嘅功效大家都見到啦。以山本先生為首嘅一眾產地居民，平時會點樣食椰菜仔呢？唔止咁，我哋仲發現到好多個避免椰菜仔營養流失嘅技巧。喺產地係常識，當地人對椰菜仔有以下3種食法。第一，唔用水煮嚟食；第二，提升營養吸收率；第三，一齊食對健康有雙倍好處。山本先生俾我哋睇下佢食嘅午餐，即刻就見到第一個唔會損害營養嘅食法啦。係蒸熟嘅椰菜仔。蒸熟？係啊，就咁蒸熟㗎。呢個好好食㗎。唔客氣啦。好爽脆，味道真係好甜啊！好甜咧。比起椰菜嗰種甜，呢種甜更加集中同埋濃縮，我返老還童啦。其實椰菜仔最有效嘅食法，比起水煮、隔水蒸，營養更唔會流失，係最好嘅食法。生嘅椰菜仔有陣苦味，所以好難就咁食。水煮嘅話，因為維他命 C 係水溶性，所以會流失。如果隔水蒸，就防止到維他命 C 流失啦。冇錯，第一個秘訣係唔用水煮，而係蒸嚟食。咁第二個秘訣又係乜嘢呢？答案可以喺山本先生屋企嘅晚餐飯台度揾到。你整緊咩啊？炸緊天婦羅。天婦羅可唔可以睇下？好啊。真係好啊，可以食到即炸嘅天婦羅。你哋成日炸椰菜仔天婦羅嚟食㗎？每逢呢一個季節，成日都會食。日日都食。椰菜仔另一個食法就係油炸，可以提升吸收率。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E 係脂溶性維他命，同油一齊攝取，吸收率會上升。冇錯，用油去炸可以提升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E 嘅吸收率。試下點鹽食，唔客氣啦。好味啊！啲衣好脆，裏面一樣都係咁脆，食到好濃嘅椰菜仔味道喎，精華全部鎖晒喺裏面，好味啊！仲未完啊！呢個產地仲有咁嘅椰菜仔菜式喎。其實我好想問嘅，呢個味係漢堡扒，裡面有完整一粒椰菜仔。喺裏面啊？係啊，成粒。哦，第一次見啫喎。喺裏面啊？漢堡扒同埋椰菜仔都好甜，好好味，真係好好味。係咁。濃甜嘅 Ace 椰菜仔，第3種唔會損害營養嘅食法係乜嘢呢？我哋去請教下椰菜仔農戶松浦先生。你哋好啊！係你哋嘅孫女啊？係啊。Hello， 打攪晒。睇下，知唔知係咩嚟啊？咩嚟㗎？呢啲係你用秘方去培植椰菜仔啊？呢個就係第3種唔會損害椰菜仔營養嘅食法啦，一齊睇下啦。係咩嚟㗎？你用椰菜仔整嘅葉菜啊？好，葉菜係。椰菜仔另一個食法係同醋一齊食，對健康有雙倍好處。醋有抑制血糖上升嘅功效，同時抑制血壓上升。所以呢種調味料對預防動脈硬化好有效。椰菜仔嘅醃菜做法非常簡單，將醋用水稀釋，加鹽、糖同辣椒之後攞去加熱。主角椰菜仔就用微波爐叮1分鐘，同生嘅車厘茄同埋甜椒一齊放落去玻璃樽度，之後倒啲準備好嘅醋落去，等佢降溫之後咧，再放入雪櫃度雪2日。
咬落去嗰一刻，啲甜味爆出嚟。冇錯，係啊。食得過喎，加咗少少辣椒喎，嗬。係啊，有少少辣嘅。酸甜得嚟又有啲辣，配咖喱最啱。第三種唔會損害椰菜仔營養嘅食法就係同醋一齊食，對健康有雙倍好處。跟住再教一個最唔會損害營養嘅菜式，做法係咁嘅：將椰菜仔同橄欖油撈勻，落鹽同胡椒粉調味，放入焗爐焗8分鐘就得。跟住拉佢出嚟，好正啊！真係新鮮出爐啊！超容易整，營養滿分嘅焗椰菜仔，味道一流，營養亦都符合相關嘅理論。咁煮好好。首先，椰菜仔所含嘅維他命 A 同維他命 E 屬於脂溶性，同橄欖油一齊攝取可以提升吸收率。而維他命 C 唔係水煮唔會流失，維他命 A 全部都可以攝取到。熱辣辣，好味！即刻話好味啊！外面嗰層脆脆地，不過裡面就好腍，啲汁鎖晒裡面，邊食邊飲啤酒都好健康。喺椰菜仔上面再鋪一層薄薄地嘅芝士，同時攝取到蛋白質，令營養更加均衡，對身體更好。好似所有嘢都濃縮晒喺椰菜仔度咁啊！基野醫生指出，除咗維他命 A、C、E， 椰菜仔仲有好好嘅營養添。椰菜仔裡面仲有椰菜素，亦即係維他命 U， 佢有抗潰瘍作用，對胃部非常之好。椰菜仔亦有好多鉀，可以幫我哋降低血壓，呢啲都係食椰菜仔嘅好處。真係好好啊！椰菜仔除咗有維他命 A、C、E 之外，仲有抑制胃酸過度分泌嘅維他命 U， 而且有豐富嘅鉀質，可以有助預防同改善高血壓。